牛我妹做鸡鋪，愛講嘛嘅咧。鄉下老扮演咧，過今日愛到冬節咧，故說阿中伯抽中頭嘅探險細子，第廿8了，鄉下來公園老扮演咧，到8了下晝，我就聽我也愛鄉下來到公園。看到阿日子老家也愛咩來咧？我老阿日子問講，你好是大了嘅扮演咧，也係細了嘅扮演咧喏。我爸老阿日子嘅阿爸聽我講說，我爸老佢上長講，當然係細了嘅較好事啦。阿芬先生拗講，也係嘛個罪喏，應當係大了嘅真好事。阿中伯聽到上就過來講，兩啥用寒槍細人嘅喏，是包條寒氣麼？見擺讀到就拗罪。我老阿中伯講。我爸會學阿芬先生喺屋卡看書哦。阿日子咩講？我爸一學到牛我妹嘅阿爸做木匠嘅手藝當強。阿中伯聽到就笑講：呀，兩啥真見係半斤八兩。我問阿中伯講，半斤八兩係乜嘅意思呢？阿中伯講，呀，就係爺爸老爺先生當槍嘅意思。結果佢兩啥同時講，哼，哪有？什麼呢？等我講下，我記得大概4年郎嘅天一。按讚分享哦！